從小到大教導我哋知識嘅老師，同埋喺電影裏、電視裏出現嘅老師，邊個比較成功？按照現代人嘅觀點，成功代表佢嘅富有。咁當然，電視、電影裏嘅老師絕對比教導我哋嘅老師成功。但點解？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候，我哋嘅志願通常會寫醫生、警察、消防員。但今時今日嘅小朋友，佢哋嘅志願通常會寫億萬富翁。其實呢個唔可以怪小朋友，因為每日每天我哋都會同小朋友講，如果你需要嘢，你自己揾錢去買，但從來唔會問點解你需要呢樣嘢，佢嘅價值喺邊度。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重新審視下點樣教導小朋友嘅方向，令佢哋真正了解咩係需要，咩係必要，咩係想要。產品服務能夠帶畀佢嘅價值，唔係價錢。做任何事，買任何嘢，都從價值出發，唔係從價錢出發。團結就係力量。我係 Jones，Thank you。